欢迎大家今天晚上来到逾越节这个特别的晚宴的聚会。今天也是耶稣受难日，那么我们会献唱一首《耶稣受难》，希望大家今天晚上凭着感恩的心来献唱，来献给我们的主。耶穌已為我犧牲，銀槍刺紅血滲，十架恩深，救贖完成，寫完罪令我得享永生，誰將苦難置一身，來消創傷罪因，萬國之君，救贖權能，永隨十架光照我心。大荊棘冠冕玉接人，他要十架來付上，全往事隨他性命來施行，全為佢是主降下來俗世與分。誰明大愛長存為世人，西方人群就在叫聲近，所夜連世道劫災近，無怨無悔，憑愛降下塵寰，賜永生。血流遍地，他靈已穩，同心復同心，至此救助人。有神大愛，已得血流痕，竟遭枉殺，未見誰護蔭。主已生信，克勝魔軍，歸見真神，圓滿製成大任，愛王救贖罪神之近，承載萬國軍，獻身救罪人，離罪得作義人。登山寶訓為我來導引，主管教誨塵意暗冧，天國戒飲使我胸襟，主天頌讚得
救羔羊，歸向真神，神救世人罪憤，子降生為